1885年，全台湾上早设立的高中，就是淡市中营中学。该校为了迎接今年139周年校庆运动大会，20号对法源地万精社区点燃圣火出发，经过台南新学院、巴克利纪念教会等7个有历史意涵的站，一路沿着村校初期的脚跡。当圣火来到有感恩纪念碑的旧大门，校友甲所有贵宾已经列队欢迎，一棒接一棒。交接，双手交接，斜斜的。好。从1885年创校到至今，对整个台湾的影响以及教育的发展，具有这个很重要的历史意义。那希望这个生活传递，它可以继续把宣教士的精神能够传递在长隆中学，在我们所居住的社区里边，也甚至于在台南，甚至于在台湾。当圣火队伍进入校园，全校学生嘛沿路来鼓舞，加油声不断。圣火团上不只是纪念过去、展望未来圣火，更是历史甲文化传承。嘛，互身为校友的立委陈天辉甲议员郑志杰，拢到场见证一百平安和平的会。也就是把过去长隆中学曾经走过的任何足迹一路串联起来，然后甚至我们所承担的责任，就是从最开始的旧校门，然后到新校门，所以这都有一个传承而且连接的意味。希望我们所有的长隆人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地方、自己的学校，一起来共襄盛举。再次回到校园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，然后今天走进来校园，还是感受到以前在念书的那一份这种学生的气息，那很兴奋。场中团上圣火队伍有将近20个里甲社区发展协会领袖参与，建立社区甲学校深刻的友谊，同时共同留下历史回忆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